今日介紹嘅係珠海北嘅中心萬達廣場旁邊嘅3層別墅，總價150萬，你就可以攞低一套有天有地有花園嘅3層別墅啊！首期88000蚊，月供6000蚊，你就可以輕鬆擁有佢啊！出門就係萬達廣場同埋大潤發廣場，家門前2公里內就有3甲醫院2間啦，而且返香港嘅交通非常之方便啦，每日有18班車直接返到去香港港島、九龍、東九龍、離島啊，仲有我哋嘅新界，哇，交通非常之方便啦！你又知唔知香港有幾個地鐵站係99個，但係高鐵站只有1個啊？就係我哋嘅西九龍站啊！我哋家門前就有我哋嘅高鐵直接返去西九龍啊！哇，100分鐘嘅時間，啱唔啱你嘅標啊？返香港一啲壓力都冇啊！衣食住行就喺家門前啦，咁靚咁筍，想唔想擁有啊？人生沒有避風港，別墅才是真夢想。今日幫你完成你嘅夢想，係啦，就係呢一套啦嗱，3層嘅別墅有天有地有花園啦嗱，首期88000蚊，6000蚊嘅月供，而且送你一個產權車位啦。呢度花園嘅位置全部都係贈送嘅，咁靚咁筍，想唔想擁有啊？睇下啦〜